山川芳夫一次兜风。这对夫妇时隔数月再次一起兜风，并争论起汽车和日常生活的疏远。妻子指责丈夫一心迷恋高尔夫，而丈夫则回避问题。在对话中，丈夫一直怀疑妻子有外遇的事实变得明朗。丈夫坦白他知道妻子和手骨的关系，并多次跟踪他们的行踪。愤怒至极的丈夫透露出一个计划，要伪装成事故把手骨的车推下悬崖。妻子强烈反对并努力阻止事故发生，但丈夫试图抢夺方向盘，汽车失控撞上悬崖，丈夫当场身亡，妻子奇迹般的只受了轻伤。妻子在医院醒来后，收到了一位路人手骨送来的信，信中写注手骨的怀疑妻子让丈夫昏迷并伪装成事故。尽管他否认怀疑，妻子已无力辩解，只能流泪悼念丈夫的去世。山川芳夫的一次兜風是一篇描寫夫妻之間情感疏離與愛情變質的短篇小說。故事從一次平凡的兜風對話開始，逐漸演變成揭露丈夫偏執與殺意的緊張情節。小說巧妙融合了懸疑與心理描寫，深刻刻畫了不倫、嫉妒、報復等沉重主題。結尾中，所有人物都失去了信任，被孤獨所吞噬，留下強烈的虛無感。對兜風夫妻關係分愛情、車禍、心理懸疑等關鍵詞感興趣的讀者，將會被這部作品深深打動。